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也》，我係吳依容。向前好看花模，花也有幾多種哦，像更加後生人啊，佢學漫畫啦、插花也得。唔過也有呢，一個頭髮學貴優嘅嗰種工筆花喎。我哋今日嚟到現場嘅來賓呢，一路係工筆花，還個插花一路歸位嘅畫家，還個欣賞。唔過如果後生哦，而係陳子薇，子薇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陈子薇。子薇，我刚刚有跟观众朋友说哈，就是一个工笔花、工笔画，我们都会感觉，以前有谈过，感觉有听过，好，可能以前嘅历史课本啊，底部有下，好，没有看过，可能好像唐代很多啊，像安的，可是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工笔花係乜嘅，你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嘛。工笔画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那它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着色画，就是先画线条，然后平涂再上色。那我介绍一个你的作品哈。对，我介绍一下工具好了。好啊，好啊。就是它的画法是，要先打好一张稿子，然后把一张绢布，就是这个是绢布，把它这样铺上去以后，开始勾线条，勾线条以后再来晕染上色，然后让它，就是它的画法会比像我们有听过一些泼墨山水画那种大笔一挥的，比它那种是比较起来是工整然后细腻的画法。哦，所以大部分就会用绢布，都要用绢布画。绢布或者是帆宣。那我们一开始会先用纸张来练习，因为纸张比较便宜。那后来进阶到绢布，是因为绢布比较耐磨，所以我们会换成这个，就是因为它的步骤比较多，就是线条也比较多。那如果这样画来画去，有可能会损坏作品，所以我们就会改成绢布来画。哦，它的步骤是包括说描的时候步骤会多吗？还是主要是上色？勾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复杂的线条，就会蛮多的哦。上色的话也是，就是它要我们有一个说法，它叫做3照9染，它就是要平涂3次，然后晕染9次，就是它是一个很繁复的。以前的颜料是需要这样子来画的。哦，那古时候一开始，因为它是工笔画，所以它一定会先描图开始，对不对？对。哦，高会发还门槛比较高，都会至少要会打草稿啊呢。其实不用因为初学者我们一定会给他一个打好的稿子，然后我们会从简单的稿子渐进到比较难的部分，然后当然如果他有素描底子的话，就是他未来在写生啊，他可以创造自己味道的稿子，这样子学起来不会跟人家重复那个图哦。不是初学者一路会先学，等于说描色、涂色上色的部分。勾线条跟上色。哦，因为老师稿子是贴吧陪带哈，然后学生再把那个纸或绢布印上去，先描，照着描。对，要练习线条。不过对于后生的一开始啊，就是先学临摹老师的。对，对于安尼开始，那你一开始学啊，那开始后加哈，感觉轻难还嘛嘅？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还好，没有到很，就是学习过程没有到很难，但是会有一个比较难，怎么讲？就是因为以前画画是创作居多，可是工笔花鸟它有一些既定的范本，所以有时候会需要画某一些比较传统的，可能就是风景画或是佛像画，那就会有点依赖稿子，就比较没有时间去想一些新的画法。对。那你跟我们一开始通常不会到佛像那么困难，对不对？是不是会先从花鸟开始，还是其实一样难？其实看兴趣，有些人他就是有信仰，他就会先画佛像；那他有些人喜欢花鸟，他就选。但是以难度来讲，一定是人像会比较难一点，因为他要比较专心，然后脸部啊要比较细腻。古总，你一开始那些花鸟为主。对，
因为它画起来也很赏心悦目哦。我就是后来才开始学这个，是因为爸爸觉得我喜欢动物，他说那你就从工笔花鸟开始来试试看这一门，因为工笔花鸟也比较好掌握，对，然后就画一些小品，然后才慢慢进阶到工笔佛像。刚刚你已经讲到了说为什么会进入，我们就从一开始好了。所以你是从小就懂好画图，就很爱画图的那一种嘛，那种小孩嘛。对，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可是小时候没有学国画。对。刚刚喊 C 是妈妈给是画什么？我小时候就是一般的儿童那样子，就是画一些天马行空的，可能日记啊，或是梦境啊，就是小孩子画什么就画什么。是家里虽然是国画教学，但是成长过程中他们也没有逼我一定要学国画，所以我就是都画自己喜欢的，然后国小也有去念美术班，然后学校有安排蛮多绘画课程，然后安排看展啊。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又转去念设计，我是明传大学商业设计系毕业。对啊。但是在学习的过程，还是发现自己是喜欢画画。然后我就是刚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稳定自己画风，就有点迷惘，所以爸爸就提议说，先跟他学画，然后如果学会了，也可以帮忙家里，然后帮忙教学。所以才慢慢走到这一步。因为爸爸就会提教你画工笔画，对不对？爸爸就是在教画工笔画，对。所以他是不是计谋把你对来想，对不对？想说，你试试看，他可能已经计划很久了，就毕业以后就计划好。可是蛮有趣的，就会一般CA模也偷设计系啊，念设计系，其实好像就会往这边走，但为什么你会想说？我好像画风没有确认，然后会有迷惘的时候。对，我觉得我在学的过程中，电脑软体我就没有很擅长，然后还是手绘最擅长。古时候你刚刚还没有想过，行一百要做画家，你有想说我以后要当画家吗？我小时候就有想要当插画家，可是没有想过要当就是工笔画家。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因为你从小就看，都一直没画。对，因为黑某兴趣，那时候没有兴趣。对，那后来因为反正你还没有找到你前靠听自己的路，所以爸爸讲，你来吃看啊，来试试看画工笔画。是，你都回去吃，就一开始试了。那刚开始试，你有没有觉得排斥？就是画了觉得不想有些稿子会不想画。对，就是因为平常我画的插画是比较可爱的，那工笔画会比较传统一点，所以但是这个过程还是一定要走的啦，就是有一些传统的你要先把它的基础要打好。对。刚像按哪样这种是不是你那时候觉得比较能接受？这些还好，这些 OK。因为没很有兴趣，就像你刚刚说，你对动物喜欢动物有兴趣，所以可能动物花鸟你还觉得可以接受，试试看。对。刚还有越画越有兴趣吗？有啊，就是因为画久了，就是会慢慢去钻研，要怎样可以画得更有自己的风格，或者是怎样可以让它更细腻。工笔画意思就会滚归斗，工很多，所以我还蛮好奇，像按哪些发啊，差不多会画一久，要画多久？画多久？要看它的简单的程度或是复杂。那如果像中间这一幅，大概要花多久可以画完？你记得？因为我不是一整天都在画画，所以我没有特别去记录。我去算一都点钟啊。对。不过刚过青蓝都要画到佛像，感觉那个工真的是非常细。对，就是它要比较更仔细，然后那个线条要更轻柔一点。而且你要给神像画得好柔和给面啊。脸部。对，脸部是最难的。你都会突然能解释一下这个难度吗？平常我们画的工笔画是比较属于有重彩的，就是上颜色的。那这一幅它比较特别，是它只单纯用墨色去表现，所以它在勾线条的时候就要
更仔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用颜料盖一点没画好的线条，但是如果是黑白的，它是有点像素描效果，它就是这样子素描的感觉的晕染，那它的勾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不能去有任何差错。比较没有出错的空间。对。刚刚今日带呀上报啊，是有其中你目前最满意的作品啊？我是蛮喜欢黑白观音的，对，我觉得它最耐看，就是因为有颜色的，虽然就是感觉比较丰富，可是黑白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它都不会过时。假使有人要买啊，有人要买的话，你舍得卖吗？还是会卖。对吧？好想要问多少价钱愿意卖哦？这是愿意讲的吗？就是因为我不太会开价，对，有时候都是请爸爸，就是有点像需要一个经纪人这样。爸爸都会经纪人，对，爸爸们给我提供，要不发差不多带一多钱然后值多少钱这样子。刚头多呢，也个紫薇团能分享过到伊把工笔画，一开始没有讲到，其实唔但唱画也个工笔画，伊还有画草画，还有过到过贴片的作品，也能聊一下天，过多种来节目现场继续来讨论。分享多种来福喜来嘅现场，也能今日有请到的呢是画家陈志伟，同志伟同我们分享伊是本地的好画图，不过呢，从细看爸爸画下嘅工笔画，你都冇嫌弃哦，里面本爸爸带落来哦，咱开始来学。那紫薇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的工笔画作品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原本没有兴趣，然后呢想说，我来试画看看。那画了这阵子以后，你觉得它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在内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它让我还蛮容易静下心，因为画画的时候需要很专注，所以我觉得就容易平静，然后也开始会想要接触一些像是冥想，或是就是关注内心的一些想法这些。然后在外在的话，当然是对我画画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我可能在处理画面或者是技巧上，它是有帮到忙的。头头你讲，会接触冥想啊，是跟画佛像有关吗？对，因为也是因为画佛像会认识一些可能他有一点感应的一些师姐之类的，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这一部分还蛮有趣的，然后可能也是年纪的关系啦，就是慢慢的会想要关注内在这样子。而且工笔画就是你好像就急不得，你会一笔一画就会慢慢磨，对，鼓手好像就是心性也会磨练，对，真的就是我以前是一个没有人会说我很有耐心，但是我学画工笔画以后，就是学生会说老师你怎么这么有耐心，我就觉得怎么会变这样？你是有眼公公，从来没有人讲过你有耐心，然后自己也觉得没有的，对，在画画的时候我是真的很专注在里面，所以也会特别有去细心的去做这件事。是不是也因为包括你画的题材，然后你的技法，就让你不静也不行就是要慢慢，你就只好这样慢慢沉淀下来。我觉得其实专注一件事情都会静下心，勾线条啊、涂色这些都是一些你可以专注在这上面，然后你就不会再乱想一些其他有的没的。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对，静心清醒的方式，真的。不过紫薇也没有忘记你原本就很喜欢的插画类，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也有带好多好可爱的作品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插画的作品我几乎都是一些身边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就是宠物啊，或者是喜欢的动物，不然就是家人之类的。我以前就喜欢动物，可是这几年才突然很喜欢猫咪，就是散步的路上有遇到猫咪，然后就被他们迷上了。可是流浪动物他们有太多不可测的生离死别，然后我那时候还蛮难过的，就想要画画看，就是
用自己的力量，就是也是把工笔跟我的插画做结合。那因为我常画佛像嘛，那我就画了一个猫咪观音，它是用送子观音的意象去画的，它就是抱着一只小猫咪宝宝。那因为我是有看一本书，他说，就是动物是送来身边陪人们修行的。对，那就是会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疗愈到大家啦，然后也是我在画的当下，其实也是在疗愈自己。感觉这个意义蛮好哎哈。对这个对观众如何？谢谢。还有其他的。那是猫咪吗？对，也是猫咪。它是一个在吃早餐的猫咪。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做很丰盛的早餐，然后她都会邀那只猫咪，就是一起来拍照，然后我就把那个画面给它画下来。对。然后像这个也是我们家里附近的流浪猫，然后它就是很爱撒娇的一只猫咪。对。那我题材就是这样，来自生活周遭的一些小动物。你就真的很喜欢小动物。对。还有这个黑马的，这也是结合插画跟工笔画。我们常常画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持莲花，那这个它就是比较没有线条，它是用插画的方式，然后画比较可爱的小品，然后也可以就是放在桌上，就是让大家静心。你真的学了工笔画以后，你跟插画风格就有一点改变，可是它变那个风格很不一样跟别人就很不同了。对，就是有人说比较疗愈系。还有一个对，这张观音像是我第一张算是创作的工笔画，因为之前的通常是临摹或者是可能爸爸做的稿子，那这张是我的灵感来自那个木下的黄道12宫，它有一个图的画面是有点是类似这样子，他常常画一些西方女神，就是还有，然后我又想说我们工笔画就是也是很丰富，那我就觉得他们东西如果结合的话，就是试试看把传统的佛像把它改造一下，所以我就画了这一张图。这很特别哈，就是好像对你的喜欢的画家有点致敬哈，又加入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风格。你有觉得这个有慢慢情窦？因为你说你一开始其实会有机缘学工笔画，是因为不太确定自己画画的风格。对。那学了工笔画以后，有觉得慢慢有情窦，有找到吗？应该不是工笔画让我找到，是在这多年来的磨练，就是因为插画跟工笔画其实风格有点差太多，所以但是我觉得技法上它是有让我就是再更加强，然后那就是主要是题材啦，就是会画了越来越多，就比较知道我可以画到这些，可能慢慢可以找到风格。对。而且我们企划有那个不知道怎么问到紫薇哈，就是你还有画誓言会是吗？对，我最近就是有在市集上帮忙画一些宠物或人物的誓言会。真的？对。你有在市集，就是可以报名去画这样。对。所以企划帮我报名了。那我们今天就当市集哦。所以紫薇要帮我画一张，是不是？对。好棒哦！好，那请开始。你已经给地屯字已经不用提顺太为好。那通常如果有游客跟你报名这样画，你要一幅会画多久？我会跟他说至少要半小时以上。那其实也蛮快的如果市集的话，因为大家不能逛很久嘛，所以就会尽量快，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画得像在家里画那么细致，但是大家出去外面会有一个留念也不错。对。古时候都市集的时间就会冲啊游客坐在你对面。不用，他们给我照片就好了。然后他就去逛。对，然后逛完回来就可以拿了。哇，那会有压力吗？就是会不会怕有人说不像画的或什么？好像都没有就是大家都还蛮贴心的，就是会很高兴的收下这份礼物，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回头客，就是他上次自己来，然后下一次他又来找我一次。那还是他自己想要画吗？还是带朋友？
他可能是他有另一只宠物，他就带这一只也想画一张这样。哦，所以是宠物，对，有时候是帮宠物画。对，我一开始是开放宠物，因为觉得画人像有点压力，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比较不喜欢 Q 版的，他会觉得好像把它画胖了还是什么。对，那但是因为 Q 版就是要这样圆圆的才会可爱。鼓手等一下我会看到圆圆的我吗？好期待我有尽量画的，不用刻意瘦没关系。通常女生可以接受，但是对，反而女生可以接受。对，就是因为它是可爱版嘛。哦，所以你就是带着你的好多支笔，然后那个是调色盘，对，里面就是有你已经先弄好的颜料。它本来就是放在，它是一种，它是一组，它是干掉的一种水彩色块，然后它沾水就可以用。你知道我琼 C 啊，我从小就是非常羡慕会画画的人，可以这样子画，然后画出，因为就算它是可爱版啊，其实你们都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抓到这个人的某些神韵，对，所以才会你一窥四功。画人像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压力，对，因为你如果有都给人的神韵，那动物比起来更简单一些，比较简单动物，对，这动物不会嫌说它变胖，对，至少我听不到，而且动物就会大家宠物都很可爱，对，主人就很满意啊，对啊，画的时候我也会很高兴，因为觉得动物太可爱了，鼓手按那些试研会啊，其实没有办法用那个商业利益一算哈。其实你按的班店组半小时画，其实也没有办法赚太多钱，所以就是要自己爱画。对，真的是好玩。很想看紫薇呀哈 ，Lockdown Night 快好了吗？是不是？快好了，看起来好像快好了。感觉你要一直换笔，对，你学了工笔画以后，有没有觉得如果画试研会有一些技法是会拿来用的？有，就是换笔的时候，就是我们画工笔画一定要2支笔，就是一支是有颜色的，一支是干净的，所以它就是要这样子，要很快的换笔，所以它这样子会让我画插画的时候也动作快了。哇，这个要去市集的画家都可以学一下工笔画。因为画工笔画你是线条画了以后，而从头都给宽度要晕染，是不是？对，所以要2支笔。对，就是让颜色有渐层。紫薇，你现在画完了吗？好，画完了。画完了，我要看。哇，我觉得还蛮像我的。你是怎么抓那个呢？我的特色嘞？好，因为要在现场试研会就是要很快速的抓神韵。那因为主持人很漂亮，所以其实就是把它画得可爱一点，然后头发呀跟服装清楚，其实就是这 Q 版试研会的诀窍。对啊，真的是会圆圆的，可是就是真的蛮可爱的，而且可能我的耳朵有画出来，就会蛮像的。你有遇过感觉不好画的人吗？还是有。真的？对。怎么样的人会不好画？就是可能他的服装没有很明显的特色，对，或是他的发型，可能就是他没有找到一张适合画的图。比如说我刚才紫薇，我录节目竟然得到一张试研会啊！等下呢，紫薇还会同俺们分享伊搞好的经验哦，俺们聊一下个都转来节目现场。分享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我们今日有请到黑发家陈志礼，都呢紫薇和同来发的一种试研会我觉得超级可爱，一定要带回去珍藏谢谢。紫薇呢，其實都有講啊，伊睇試寫吧，會同人聽法安尼，但點做包一種可能會從伊之前呢，唔過呢主要都係安尼做啲交朋友呢本大家做啲感覺歡喜。那紫薇其實也有辦過幾次展覽去年也有辦了個展。對那第一次辦展的感覺是什麼？其實之前就辦過蠻多聯展，但是只會有1-2幅的作品。但是這次個展就是一次要拿出20幅，那就會覺得
还蛮欣慰的，因为平常他就在储藏室里，然后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在网络上分享给朋友看这些画作，可是网络上看跟现场看的那个感受一定是不一样，所以我会鼓励他们去现场去看一下，就是它的细致度啊，跟你这样子小小的手机看是差很多。对。那有没有观众给你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回馈？有，那时候店长，就是咖啡馆的艺廊的店长，他就跟我说，他觉得看我的画是有一种安静圆满的感觉，然后有一种透露出生命关怀，可能是因为我画佛像或是花鸟，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之前没有察觉到，然后听到店长这样分享，我会觉得这个反馈会让我蛮感动的。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对，就是你画出来的作品，大家会看了感觉是平静、有疗愈的感觉，疗愈系。所以你那个时候的个展就是有插画，也有工笔画嘛？它主要是工笔画，但是我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然后带了一些小小的插画去放在边边。所以第一次办展，其实可以收到观众的一些你可能没想到的意见，对，就还蛮好，应该也会有一些激励的作用，对不对？是，然后紫薇其实不仅是创作哈，你们有在搞，你有在教，所以我们如果观众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讲为什么我会开始画工笔画，就会爸爸问一个，你的吃吧困难，所以爸爸呢用计谋把你引进来，所以一开始他就想说你可以当他助教，对不对？对，我觉得对，所以你刚开始画就开始教了？没有，我大概学2-3年才开始去教学，但是其实这个时间不算长，所以我一开始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就是以前在学校啊，就是要上台的一定是口条好的同学，我一定是躲在幕后的那一个。那一方面是讲话的问题，然后一方面是我前面不太喜欢人家看着我画画，我会觉得压力好大。对，但是因为当了老师就要克服这一点，因为一定要示范给同学看啊。那就是说话这点还没有适应，但是在现场画画已经 OK 了。你教多久了？应该有7-8年了吧。没有7-8年呢。那你应该好赏呀，台体鲁黑用哪一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来当你的学生？应该各行各业都有，对不对？对，学工笔画的通常是长辈居多啦，但是大概是30以上其实到80多岁都还有人学，就是他就是真的很喜欢工笔画。年龄层真的蛮广的。对，那针对不同年龄层学生啊，要有不同的教学方式吗？如果比较年轻的，就是当然会对他比较严格。那如果比较长辈一点，就会不会要求他线条一定要那么的细，或者是说他颜色涂出去一点，你就想办法把它盖过就好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跟学生互动的故事？有还蛮多学生，他们是说来学画是他们的梦想，因为他说小时候就是家里可能觉得学画没有前途，或者是就是不鼓励学才艺，然后就是长大了或是退休了才有时间来这里学画，所以他们是抱持着很快乐的心情来学习，然后让我会觉得蛮感动的，而且也会提醒我可以一直画画是蛮幸福的。你看到学生他们会觉得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是？应该是练线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就是会严格的，因为画一个图，它的线条就是占50分。你线条好，你其实也可以直接线条来展览。有人这个叫白描，就是白描的观音啊、花鸟也有，对，就会不上色，对，完全就是线条就都得。对，所以线条是很重要，所以我会蛮严格的监督他们画这个线条。那他们有时候如果觉得这个东西画太久了，好像就没耐心了。对，练线条会怎么练？它是什么状况？
我们一开始一定是从什么直线、横线，就是把它练得稳定这样子。哦，就会撇粗细一样。对对对。哦，就是你现在要它多粗就是多粗，要多细就是多细。尽量就是细一点。对，哦，通常不会有粗的啦。除非是那种比较可能画到什么达摩啊，比较魁梧的将官之类的。影片人看要观音就会都是细的。对，尽量是细。哦，所以你可以细到非常稳定。对，至少要这样。对。哦，那你这样观察7、8年好了，我如果譬如说我要去学工笔画101，我要练这个线，通常要练多久会比较稳？练多久其实是要看你的私下花多大的。对，有一些人他不想要花时间，他只有上课去练，他就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进阶。那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有一点程度，那他可能学得更快。那有些人他是回家以后会真的去好好的画，可能画个50张，那他下一次来一定是真的画得比别人好。对。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学生？我们有一位就是我说80几岁的老奶奶。对，她就是你家的老学生，然后她也是持续到80几岁都还在学工笔，我觉得她毅力很值得敬佩。那还有什么你印象很深？你教学当中，你一开始教你说战战兢兢嘛，那你有觉得哇回去非常懊恼的时候吗？其实我比较怕的是那种上台演讲，就是要上台然后跟很多人讲话。但是我平常我们是小班制嘛，所以就是有点像聊天的方式在教，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有压力。那你自己觉得这样教课啊，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就是我觉得有训练我的一点胆量啦，就是有在，就是其实我觉得练习，我之前会怕在人家面前画画嘛，但是其实你要练习够多次以后，就会有信心跟气势出来。对，所以像我也可以试演会，就是在现场画，然后要抓紧时间这样子。创作和教学啊，你有什么比较偏好的吗？比较喜欢创作吗？当然会比较想创作。对。那当然我觉得教学的时候你是有不同收获，就是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嘛，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工作，然后他会带一些他的生活分享给我们。所以真的是大家边画会边聊天，有时候有点像菜市场。聊天有时候可能你跟这个学生，然后其他学生又会边画边聊这样。对，就是大家是互相在聊天，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可是他不是要很专心吗？有，就是涂色的时候，他比较不用，就是你在画线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这样聊天。涂色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对。可是我看你这个还是很难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啦。就是有兴趣就真的不会难。说的也是。那你在创作的部分啊，你有好多种的不同的画法，那你有没有各自有想说，我要再继续怎么精进，或是你还有什么想要尝试的？未来我应该还是会想要走疗愈系，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作品没有很多，所以我会希望再更多一点自己的代表作。但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方向，就是会想要，因为我之前有讲到说会有一些想要学习一些像冥想这类的，所以有一个学生他是跟我提议说，你画的东西很疗愈，你有没有想过去走艺术治疗这个？虽然我没有涉猎这一方面，可是我就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所以就是会想要去探究看看。所以小时候就想要当画家，现在也真的是。对。那你觉得这条路这样走来，你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想？我觉得我还不是很厉害的人，所以就是还要再努力啦。所以你在工笔画、插画都还是继续？对，还会继续。没有想说要比较偏哪一个？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人家会觉得插画好像很容易，然后对，有时候会觉得你工笔画可能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悬殊，会觉得工笔画好像比较专业，所以要养活自己可能就不能只单靠某一边，或者是我要真的很努力的去创造一些更多的作品。对。
所以你有想过要用画图来谋生吗？是，其实我现在就是以画画为生，但画画跟教学啦。跟教学。对。你会希望说以后可以完全靠画画，不用教学？如果可以的话。哇，所以最理想是这样，对不对？对画家来说。对啊。虽然感觉不是很容易，但是至少有这个目标可以慢慢迈进，这样。对。嘉喜梦未来还可以看到更多紫薇的作品。谢谢。谢谢你今天已经送我一幅，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增值。谢谢。感谢，非常感谢紫薇今日来到我们的节目，多谢。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